再来看刑事局掠到诈骗集团哦，以投资太阳能板、佮有供电经理人来找人，再佮爱家来找头路的人提资金来投资哦，佮用避税来做理由，爱员工办虚拟货币口座用来洗钱。刑事局是掠到25个嫌犯，被害者大约有80个人哦，损失5000多万。在各大脸书社团媒体张贴太阳能光电、IC 晶圆外包厂求职广告，被害人应征后即加入假人资赖账号，分派线上工作，并为取信被害人支付被害人工作之薪水。另外，骗取被害人金融账户后，再诓骗太阳能板、光电事业投资稳赚不赔，将被害人加入太阳能光电板投资群组内，进行草群洗脑诈骗。警方哦，把诈骗集团的成员隆重抓起来。刑事局去年是接到真主，伫联邦红林会重要干部有一个姓丁的查甫人，涉嫌伫新地台中、台南等所在哦，牵广告要找人，用投资利润的理由诈骗80多个人，计共是诈骗5500多万。刑事局伫今年初2去抓人，嘛抓到25个嫌犯，查扣房产、车顶证物，嘛甲伊移送法办。来，警察。